想袂到啊！后边有写咯，是不是？要讲对，你那知我要讲啥？我本来想讲，我拄则可能无声，结果就是电视节了就有声。但是我感觉，这个声敢若会当动一点是一点。你搁讲一个，迄叫什么丸？你丸。但是因为我毋知恁知影，就是有一贴药啊，是一个汉药粉，伊叫做什么香声破什么丸，5个字。啊，伊迄有丸仔的嘛有药粉的，或者就是一个汉风。就有人甲我讲，哇，你讲你这个烧声的时阵用这有效的哦。我讲哦，真的我食落去了后，可能有效，我就想讲摕互你用。结果你看，对我来讲无效。奇怪，无感冒声，这我的声嘛怪怪。对啊，你是咪要用安尼做酒口？传染着。我本来想，咱来宾坐咧边啊，咱就是莫看这。好啦，咱就是紧用这即马有声，紧继续访问落去。对，探烧。袂啦，无紧啦，迄阿凯真够讲话，就互伊讲就好。好，安尼就互咱继续听落去。大家好，这是公司第一台开的 Podcast 节目，来听欧白边。咱的节目会透过对话来小解一寡生活上会讲到的台语词，还有甲观众朋友写批用台语念出来，这个来宾可能就是中华带这个。到底要讲啥人？一个阿凯要用进前的前2礼拜，欧边用开始无声。伫咧即马录音进前，我差不多有5天无讲话。安尼一定是你上久无回来中华拜拜。咱中华是一个最神明的所在。原来是安尼啊，原来安尼是。你上久无回来中华行大啦。无数着故乡的所以今仔向一个6工人来的时阵，气场伤过强烈安尼。安尼，但是我今日有声。对啊。对啊。可能即阵嘛。所以就是因为中华人来安尼。对。这是毋是？这就是因为神明有保庇。对，这正向的这种力量互相影响。前5天就是我哭咧。等下这个时阵，一个跳出来呢。所以我等下我变戏吗？叫你 keep 完哦。我等下可以上别的节目诶。但话伊无声，我害啊。好，来，个是来欢迎咱的主持人，欢迎。我嘛是要甲你欢迎一下啊，对啊。然后免问就是延续顶礼拜吼，讲一个人啦。我毋知讲我会遮尔教话，我本来就是。你无感觉你家己会遮尔教话？我就心情，我半点钟会当完成。你莫骗啦！我这无拢1点钟呢？你莫骗啦！我有2个高水的妹啊，你一定会甲因加开讲的啊。那你得甲我问啊，我看到一个缘投上，我嘛是甲伊讲一下啦。大家欢喜甘愿啦，系啊。安尼一定安尼才甘愿就对。好啦，咱顶礼拜讲到讲有迄无灵感的时阵，即摆听起来就是无啦吼，无即种时阵啊。嘛是有啦。阮其实有呢，阮有一阵仔无灵感的时阵，阮就是摕阮办公室的同事来开。来访问同事吗？毋是，阮就是讲一寡就是阮伫咧办公室发生的代志。结果你知影阮拢咧讲啥？阮咧讲一寡西西旧旧的代志。但这嘛是有一个人会爱听。变数有真济代志通好听。变数。对。你讲你听到边仔人咧开讲的故事？无，你去听，等一听。好，变数，所以听这部应该无味啦。无味啦，有声，还有表演安尼，袂当食物件，千万毋通食。插的声啦。对，但是毋是插的，迄个插的的准拄说，更毋是插的的声。安尼我期待。对。其实我嘛无想讲，就是一个西西就会使讲啊这啦。对啊，网友的投稿惊倒人呢。那落雪安尼，对，大家开始讲，阮公司无卫生纸，阮公司安怎？对，大家讲真哇，你个伫公司的节目啊，讲公司的毋是啊，公司 company 的意思。对，因公司无提供卫生纸，你拄则有去阮便所，阮便所有卫生纸，好无？你好好讲啊，阮主管有伫听呢，伊最近较无用啦，较无伫听啦，会使偷讲主管的开话，伊偷讲食烧水嘛，食烧啦。好，嘛是爱讲一下伊节目的代志啦，无就是你来开讲，阮阁互你钱啊。对啊，敢若伤过轻松。对啊，安尼你互阮钱，阮家己扣掉。好啦，我讲我给来领了。我其实烦恼嘛，做这部嘛无灵感啊。但是我感觉讲，我无灵感的时候，我对较规气，我就迄礼拜莫做呢。对。但是阮无法度啊。
对啊，所以我感觉这是咱无共的所我有在。KPI，对，你有 KPI 啊，我是自由的创作者呢。但是我这几年真的是节目一直有啦，因为就亲像咱顶一集的节目讲等于，咱只要把咱的方向聊好定了。但是你若迄礼拜无出来，恁听友敢袂？我对台场时间的，我家己来甲大家开讲一寡有诶无诶，迄就是一个足水的一个单元啦。所以台场时间就是无灵感的时阵。台场时间就是来感谢咱岛内家父的听众朋友的时间。恁听友敢会做介名去用念出来？就我唔知呢，就我拢甲因念啦，我拢甲因念要甲因念啊。我感觉有一个人可能就歹势想讲，我来甲你家父啊，你买一点，佮煞念出来呢。啊念的伊想讲，我已经家父过啊，无我佮继续念呢。无家父佮歹势啊呢。对，啊，就变定期定额的这个家父啊。阮无通家父，但是阮有人会寄歪歪互阮食。会使啊，足好诶，我够物件食。对，带阮摕一包哩。哦，谢谢。瑞华，阮摕你的爱送互别人啦。哦，感谢这个听众朋友的这个爱啊。互你早登去中华。好，安尼咱要来讲重点。你顶礼拜有甲阮讲着讲，你去访问一寡做厉害的作者。啊，阮就知影讲，迄就是因为你用3个月时间完成10集台湾当代的出版计划。总共10本册，6场作者访问，还有4场读册会。这个过程听起来真正是无简单。该当甲阮分享讲，就是你到当印象上深的代志。我看到恁这个访讲，我才感觉讲真的是无简单的，3个月完成10集，因为这原来我这厉害，不是，我就是要甲阮讲哦，恁无简单呢，有够多甲阮咧访问，甲遮游玩的，结果伊要讲家己无简单，好啊，无紧啊。因为这10集真的是每一集拢要聊出一回的啊。因为我家己后来咧做我真正的这个文学乌乱章的单元，一开始是甲我做兴趣的，但这边因为这是文化部。计划，而且因为我有6个作者爱问，而且6个作者因为真正是受到咱台湾一个足出名的一个作家，即吴明义老师、吴明义老师的一个鼓励，我就感觉讲我会当继续来做文学的这个专队啊。但是后来我就感觉讲，你访问一个作者的时候，咱绝对袂当干那问一种大家问过的问题，对啊，咱嘛袂当干那问伊即马上新的一根册。所以我每一个作者拢甲伊一世人全部会甲看完啊！我是甲逐工册拢看完，而且甲伊所有迄种任何，比如讲 YouTube、Podcast 任何，还是讲杂志、访问甲读完啊！小认真的呢。所以我会讲，这是我甲伊看，我感觉讲，这真的是我感觉伊当阵了出的会就是来做这样的。感觉讲这是足趣味，但是当然对一方面我会当去读到一寡，我甲伊感觉讲足有意思的，即个国家的文学作品。因为我感觉讲，我毋知听众朋友恁安怎看文学作品，因为我感觉讲伫台湾吼。咱敢若拢较习惯去读国外的小说，咱拢感觉讲咱台湾无够人安尼，因为较早课本嘛甲咱讲个国外较厉害安尼。但是我较早嘛是安尼，我爱承认，所以我拢看国外的小说。但是这个单元我开始做这国内的作品的时候，我感觉讲哇，这作家真的是逐个人拢甲咱迄种就接近咱种日常生活、在历史生活，是讲在一寡故事，甲变成一个足精彩的一个作品安尼。所以我更加敬佩，所以咧甲访问的时候，我拢是用一种足敬佩的心情咧甲因请教安尼。所以应该是我印象上深来讲，当访问到我家己足意爱的作家，然后可以当看足侪册，我感觉我真的是我灵魂的这个 HP 值来讲上悬的这个所在。但是你刚才就是譬如讲，就是因为愈看，你感觉讲哇，这作者真正是小厉害咧！我这种卡感我都改访问安尼，刚才有这种心情造出来。不会，当中我其实我对我家己就有自信的，因为我感觉讲，因为我感觉讲，有几个作者是后来伫只 email feedback。是伊就讲，即份访讲伊个访讲，伊感觉讲伊设计了真好啊！伊就感觉讲我是真有读伊的册的人。啊，通常咧写作的人，当然嘛希望讲人相对的是最认真的咧，家己册读完了咧家己访问，咧亲像你咧访问在厉害的在歌星，还是讲艺人共款安尼。所以我感觉讲，迄当中甲在作者咧访问的时候，印象上深的大概有2个啦。因为我感觉我上惊拄到2种来宾，一个是话足少的，一个是话足高的啊。话足少，迄当中你认为你是倒一种？我主持人啊，主持人一直在高的。不是你认为你对阮来讲是倒一种来宾？你看起是较高的对无？因为我看恁2个咧甲我看，我讲要甲恁的节目弄较精彩嘛。哦嘿，对。所以像迄个咱台文界的最重要做搞者王昭华老师。对，王昭华老师伊咧讲每一句话拢安尼慢慢啊讲，而且拢讲较足多的。对。我就讲，老师讲完了，所以我个主持人个恁补充入去嘛。这是第一种惊吓呢。对。第2种惊吓是咱咧中华演战的这个单数吼，哇，伊足多，最高咱毋知要来个收煞呢。所以这是2个印象上深的部分。趣味啦。但是因为你即届即个物件，我看恁其实有去做一个影像。对。你拄开始你面对镜头的时阵，你敢有先练习？无呢。
无，嘿，所以你是一个做介意面对镜头的人。其实我一开始感觉讲我对镜头我会惊吓。但是后来发觉讲，因为咱素来要去录恁公司另外一个节目是一个专家有智慧嘛，那是咱规身躯拢在叮当的，迄种我真的感觉较硬摇。但是比如讲像咱甲咱现场的这个三个人开讲边啊放一个卡梅拉，我感觉咱得甲当作卡梅拉无伫咧啊。对，就是要录一个开讲的形，所以对我来讲压力无大，但是。我发觉讲，足侪作家拢是 I 型人格，因的一个镜头底下，因就讲袂出话。阮嘛是 I 啊，你嘛 I 阮两个 I 白叫母的 I， 完全感受袂到。I 跟 I 白叫母迄种的。你嘛真辛苦，I 就过来做节目，个共访问，两个 I 人啊，个拄着一个只 E 的人啊。对啊，阮进前本来要找阿卡来顺是要讲的是 MBTI。这我真的无来行。对，结果伊伫咧册面顶写假呢，结果我就讲小我家己尔，我对别人无了解啊。我本来想讲写假呢，无找伊来好啊，结果你爱找这个江湖老师来讲较厉害。有啊，阮有找伊啊，对，我们讲人类图啊。对，我有听。啊，我老师你等你啊。啊，你拄开始面对镜头的时阵，敢有发现啥物趣味的代志？譬如讲，就是拍家唱啊、蒙片啊、创啥，去用快掉。因为我这边合作的一个影像的合作，我的好朋友君友哦，我感觉伊足厉害，伊就是用足够翕抓这种较人文的这种摄影，所以我感觉讲伊拢甲一切set到甲，互我足放心的。顶多是阮两个爱斗阵去安内来宾。因为一寡来宾无习惯面对镜头的，比如讲，我访问咱台湾一位足厉害的记者，即胡慕琴，伊就对镜头足敏感的，所以阮后来结果就是甲镜头放在伊的后壁。就甲翕伊的假只，翕我伫咧镜头安尼，迄看起来佫有足像较早咱咧看《人间异语》的即个报道共款，就是你我发觉讲，其实每一个人对镜头反应无共，但是我感觉讲我是一个当面对镜头人，所以当中我就想讲，要来甲我节目甲影像来结合，而且迄当中应该我家己感觉上精彩，就是甲即个我会读即个文学作品内底的文字，甲改编成台语的。个配上即个风景的即个背景，来变成一段这种影像式的即个作品。对，你讲就是甲你这看过的物件，互迄个老师评论。老师拢讲看，有激动一个，即朱和之的一位文学家。对，迄当中我就选择念一段伊写的即个小说的作品，然后我的即个影像合作，群友佮走去到合欢山。就悬山去取景完了。伊本来毋是这有一段故事，我感觉你会使讲。伊本来毋是讲要走去，因为伊讲笑做，当太阳坠毁在哈因沙山，哈因山足远诶，迄就是伫迄个三叉山，就是个去到，就是伫嘉明湖诶附近啊。我咧甲阮朋友讲，咱经费节目经费无遐济啊。后来伊就甲因出来人都去合欢山佚佗的时阵，都伫遐取景。一开始咱就知讲，伫迄个所在就定定拢咧打舞啊。啊，当阵伊就相机坑了，伊就想讲嗨啊，打舞咱翕无好景。结果才安尼想了想，向真一个光线真照落来，真规个这云真散去，迄景就出来，伊就紧甲翕落来。所以我感觉讲这真的是有天公保庇安尼。反正我就对鹿港的新民就做啊呢。反正我后来伫甲文章的迄个部分，我就甲念落，我就寄互朱和之老师听，伊讲伊听完就感动的，因为迄当中伊咧写迄段的时阵。是伊写甲上崩壁的时阵，伊写甲上艰苦的时阵，伊感觉讲我会甲迄段读出来，伊感觉讲伊创作者本身嘛受到肯定啊。但是我感觉讲其实甲因作者互动更能，阮拢是互对方力量。我看到你的小说，我感觉有力量。因互我访问，因看到我做结果的时阵，因嘛得到力量。我感觉这是一种好即善的循环。安尼今日阮两个够互你力量。有啊，我应该嘛互恁力量啊。你去全国有机会拼到100万的时阵，我请你食面线糊啊，请你食面线糊，嘿，食2碗、3碗、4碗拢会使。讲受济人甲伊做问100万的代志。我请最侪人食饭诶。啊，阮家应该是头一个。啦，大家拢来鹿港互我请啦，真诶嘿。你该先去鹿港啊。会使。交通费有补助。我面线糊寄来台北哦。系啊。会长甲可以。叫一个师来食厝啊。好啦，后一堆啦。后一堆就是听讲办即个听友会是你的梦想，敢会当甲阮分享讲即个开始筹备到出来即个过程。其实我感觉讲办听友会真的是我按较早，因为我想要做 podcast， 都有一个更较早的原因嘛，就是阮兜咧做时政的。对。我较早伫厝内。我要甲伊做好朋友，因为伊连熟悉就是目光，毋是啊，你要买时间，熟悉就一目光诶。我知，目光师傅拢无好斗阵哦，无啦讲笑。伊的梦想是嫁互目光。是哦，你是看第一出这电视剧啊？是看山者。毋是，
对啊，阿干啊，目江阿干啊，讲你啦，讲要甲我介绍。但是一年要过啊，我介绍的我熟悉的目江师傅拢是已经做阿公的咧。啊，因较有年会会当 Sugar Daddy 会使吧？会使，因帮你做到哦，帮你做。应该无后生啊，是讲无孙啊，有咧做因的工作。哎呀，我这边等下落江来问看。对啊，目江师傅小烟道的呢，因客迄安尼，啪的时阵，我知影你有写一个文章写讲，目江师傅虽然讲你做工可能做烟道的，但是下班了才算遐疼啊，创啥。我你讲这是每一个做工的人都会拄着啊。我无常常的感觉目江师傅烟道，但是我见我就是尊重吼。就像讲，我嘛会使看你讲你烟道共款啊。谢谢。因为我感觉目江师傅拢是一群足朴实的跩人啊咧。对啊。我感觉讲因就是鹿港真的是目江的历史伫鹿港一项你去用讲啊咧。对。但是这毋是咱今要讲的重点。重点就是我要嫁互目江，啊你爱搞准。我会甲你注意啊。对。较早阮兜嘛咧做目噶，所以我会后来研究做目嘛是因为阮兜的关系。因为当阵我若晓热晓寒，拢去互大人掠去做囡仔兵去工厂斗相共。当阵我就发觉讲迄种生产代其实拢咧做共款的代志，足无聊的。所以师傅拢会听垃圾哦。当阵垃圾哦，因就会像咱安尼咧开工嘛，工商服务的介绍药啊，还是讲口音来啥，因个会办听友会啊。听友会咱就会当一首台湾老歌，即怀念的播音员嘛。就是讲迄拢是咧上。后来你要唱一个，你教我讲唱歌才得使。15秒。但是我想要甲这段讲完啊。你要先唱15秒，才会使甲这段讲。怀念的播音员来开始。这怀念播音员，这个是我敢若是阮中华一个歌手红地七的一首歌。好啦，先唱，等下再讲啊。下个都水的。伊写讲，虽然你甲我每日在空中相会。因为你温柔、甜蜜的声音可爱，好，大概是安尼。好啦，要过无？白纸也要过。澳洲就是迄粒丝我啉袂掉，为你来饲味安尼。所以讲其实会因为听一个这电台主持人的声去爱着这个主持人，但是其实毋捌看到伊安尼。我感觉这种浪漫的，这种孤单的安尼。所以我就一直。咸啦，你讲你爱着我的过程。家己讲的。当然，可能我即摆嘛较定会出现伫我家己的节目，所以可能有人会知我声。所以有人爱着你。我毋知。阿凯即摆敢独身？目前是。目前是，听袂要紧，伊即摆要找女朋友咯。所以这办这听会就想讲要来熟悉我家己的听众咧。想要甲听友做伙。看有缘无啦吼。有缘敢会使做伙。有缘咱就。你即摆有小可面红是？因为恁这空间。开始咧想想啊！你开始咧想。本来是安尼。都要头毛的听友。脑好的缘分，咱当然是无白听。你的听友有查某的？我本来就是话听众拢是查甫，结果查囡仔占大部分。我你讲，因为啥那你因为你是查甫的，无一定啊。真的啦，查甫的无要听查甫的讲话。是吗？我个听有拢查甫的。你可能我来恁遮放松我这卖人的声音安尼，佮有囥伊的相片安尼，想要相亲的人哦，就去找伊。感谢下杯来阮遮。感谢咱公司大巨大 podcast 我哋关键这个熟悉好朋友啊。对啊，今日这个相亲的费用，甲你扣3000。你要讲钱呢吼，你哪？咱万事万行拢爱讲着钱啊。所以咧传这听友，我感觉讲，我想要搞我家己有一寡来宾是我定期的合作的，比如讲做伙主持、副主持人，对，来上我全部要甲邀请来。团队就对啦，我要大家看到因本人安尼。对，我感觉讲这个代志是足趣味的活动。真的，我最介意看到迄种就是伫咧网络面顶爱伊本人来。你嘛是阮网络面顶的朋友，常来到阮本人的现场。对，我要伫一间好在现老车店的一个所在演讲，因即马因内底设备足好，会当做 live podcast。所以我就伫内底，亲像咱今仔日，我就直接介绍讲我做的代志，介绍我的来宾，甲来宾就来一段现场的访问开讲安尼。我相信应该听众朋友应该感觉足趣味，看到实体阿凯本人伫头前，甲我的固定的副主持人，对，哇体安尼。对。听到要握手者，对啊，会使，比如讲见面会使握手、小揽、翕相。小揽吗？小揽会使。
那当场迄情绪有起来的话，当然是无白踢啊。伊的情绪有起来，你无起来，伊要甲你染，我可能你敢会甲伊拒绝？我可能要讲，歹势我最近吼，可能是我感冒袂好啦。无紧，我甲伊染者，我有挂喙炎。紧嘞，安尼紧赢啊！情绪给达，情绪我听到这发动机的声音，好啊，染。我今日到底是来咩节目啊？这听就比如金主福利袂歹。哎，开我开始甲你จิ้者，จิ้者是较超过啦。挂喙炎甲你จิ้者，卖安尼啦，卖安尼啦，咱阿手就。啊无我จิ้你的手就好。จิ้我手。真歪卡好无？这个听友到底是倒位咧？我今仔恭喜咱这个白边成功搞我无搞小可嘿，无正经起来。但无起笑。对。伊讲伊开会使浸哦，有想要爱浸开啊？你即摆已经听着嘛？还会听友。啊，拄则讲到钱的部分。办这听友会，敢爱开真济钱。哦，你讲我家己开钱嘛，就是大概就是场所甲一寡咱基本的这交通的费用安尼。但是我这边嘛是会甲听众朋友收200块的这个听友费，因为我感觉讲我现场我传一个鹿港的点心甲茶互大家啉，啊，佮一寡神秘的这礼物在现场送给大家。神秘的礼物，你当然是当然。你要去参加，咱去参加伫现场笑出来的，去用发现啊，好无？袂啊，你都莫笑的。袂当笑。我你讲，其实讲即个自从声音去用真出来一届、2届、3届了。我尾啊，我即摆伫外口，我拢有点无啥敢讲话。对，无就是较袂讲台语，无就是无伫遐笑。因为我笑声小明显啊。对啊，恁节目的这特色就是恁笑的声音啊。哦，有人讲阮一直笑足差的啊，有啊，像，Apple Podcast 下卡，收到这一粒星，目前冇收到过一粒星啊，就讲我讲台语足奇怪一听。哦，毋是，迄讲阮笑了伤差，迄是4粒星，啊1粒星，迄是讲后边的声真歹听。哦，安尼这足个人足主观的。阮就是因为阮遮出现这个小编听你讲的单元，伊感觉我声真歹听，我甲伊做一集，甲伊回应。哦，你嘛对听众的意见足用心的咧。对啊，因为代表讲，因为甲你节目听完听到头，对啊，我你讲，乌粉嘛是粉，我你讲，乌粉所带来迄个效应愈大。是，而且乌粉真有可能会变成白粉哦。对。乌粉拢是我的，你有看？你，因为乌边就是乌粉，白就是白。好，啊，过来想要问讲，就是你迄听友会啊，啊，阮无去，敢使摕到迄个礼物。我寄来互恁。阮等下地址你知啦吼，知门口有地址。我咧帅就是上场诶，刚上好时间啊啦，先讲啦，听友会点时啦，紧讲啊。这2005个啊，不是2005年啊，你负责人乱。已经笑去啊！每年哦，每年1月份的第一条代志。是正经的阿凯啊。今年啊，歹势，今年2005年1月12日。迄是迄天是礼拜，下晡3点，当这台北的这个，跟我感觉最有意思的一间车店，即现楼啊车店嘛。对，啊，伫遐我伫地下室办一场，我人生当中对一场嘛是大丢顶对一场的这个阿凯亚之声的这个鹿港个风尚的 live podcast 听友会。听朋友你无听毋对，你即摆是暂停，对，就是今仔日拜四，你若是伫咧拜四听节目，就是伫咧拜四的明仔的明仔。对，礼拜，嘿，礼拜，明仔明仔。大后日，大后日，对。会发生这个代志啊！对，这时阵搁要去互听友妹啊，咱这死朋友，死朋友有春啊，用袂出来叫啥名？咱这有春啊，住伫高雄，伊足介意参加这种活动，但是你看我这时阵就开通知，伊可能袂有。因为我未来应该有机会来南部嘛办一场，拢办一场哦，北中南安尼。因为我目前的听众是台北较侪人，所以我想讲要办你台北安尼，因为我之前有为了有2场工作，一场伫中华，一场伫屏东。啊，现场来的人拢足少的安尼，这个代志其实会互我感觉足得意安尼。对，因为我当然知影讲，因为即马疫情拢已经无嘛，逐个人活动足侪啊，当出国个啥，所以你要甲逐个靠来一个实体活动足困难的。所以反倒我感觉讲，真诶，逐个莫勉强，就是逐个欢喜甘愿啊。我感觉讲，我就是要逐个一个感觉来讲，其实我有想要做，恁逐个若愿意来，我用心做互恁听咧。你若无愿意，我嘛无用这种情绪的假达。甲恁拔
过啦。是这叫做情绪罗练罗练，是你爱提供有正确的情绪价值，因才会来参加。这对我来讲是新的概念，我一个学习起来呢。对，你爱互因回应，你爱互因感觉讲，你就是伫因的生活内底。你讲阮的听友是安看到因安尼，你讲阮的听友是安怎教阮，就是遮尔斗吧，就是因为讲阮会回应因的生活。是，像阮的听友翁静嘛，伊昨一个厝面顶，伊讲伊去动物之家看到一只猫仔，伊就想要饲的。啊，结果尾来伊就是传互因翁看，因翁讲 yes。迄什么？伊讲，差不多这个意思。伊是讲迄什么啊？我袂记。啊，伊讲吼，夭寿哦，即句话比伊咧结婚的时阵讲伊愿意的时阵，搁较感动。我伫下骹看阮兜的猫啊，因为你嘛知影讲，我最近即两礼拜人咧艰苦着，我规个眠床拢是我包的变形。我甲伊用阮兜的猫啊，因为伊进前的猫甲阮的猫花草差不多，我就甲伊讲，我用阮老母包的变形甲你庆祝。伊会做欢喜的，你知影？对，这就是情绪价值，这是100分的情绪价值。安尼你学习一下哈。好，安尼若听众朋友吼，我袂包变是都恁食，我会互恁一寡呢感觉足感动的物件。文字较老咧咧。其实我感觉你的文字真温暖，而且你写的物件迄个 logic。啊，还有就是你迄个摆的人，啊，还有就是你写的迄字，其实我感觉你用字，啊，还有就是你的语句，拢做正确的。是。嘛讲就是，嘛毋是讲正确，就是你做，讲啥？我毋知，我嘛毋知。我就脑无，其实我较真。无啊，就是你用字创会着，我感觉讲你写物件拢做完整的。就像你最近寒冬，毋是有讲啊，有一个人讲你的社群经营甲做认真的。对啊，对啊，对啊。对，其实这我嘛是本来我嘛是想要甲你鼓励，但是想讲啊，你要来上阮的节目袂当哦，先安尼甲你鼓励，我讲你买你会翘起来啦吼。买你，但是我感觉讲，你即摆已经有背就。毋是，但是我感觉讲你已经伫天顶啊。你要做自媒体也好，还是讲你要做 podcast 也好，咱一定要有小夸感觉自我感觉袂歹，咱才有迄个心情袂当去做落去。咱若一直去受到，一直去抵外口的人的任何意见，我感觉咱就做袂落去啊。所以我家己我嘛，我就是迄种淡薄啊，自我感觉袂歹迄种人。我有感受到。对，我就是安尼，咱才会当高明婆一直来去迄个媒介。互人啊，问看地方会当互人访问，一直做落去啊！我感觉这是我后来感觉讲，我这是我家己适合做 podcast 的一个原因嘛。虽然讲阮会写阮的文字啊，还有是阮甲朋友伫互动，但是阮嘛是会去看别人讲啥。所以说，阮有最近有做一个问卷啊，就是听朋友的意见啊，问讲就是其实主管啊是讲公司有甲阮讲一寡，希望阮改是讲啥物？毕竟阮是想要去报迄公报金钟的，我有报啦我冇报，但是你敢有报另外一个啥物 ？Podcast 年会啊？我唔知影即个物件。好，你刚才你刚才你无报哈，阮是为啊哈。恭喜，咱这嘿。咱这个节目播出的时阵，可能颁奖宴结束啊，若是无到顶，听众朋友拜托你莫甲我问哈。你即摆听到即集吧吼，迄就是像我之前去考迄台语的迄考试啊。我甲阮同事讲啊，我若甲你问，你才甲我问啊。我若无甲你问的时阵，拜托你莫甲我讲。我若无考过啊，你搁甲我讲吼，我心情无好，会去影响到我上班的情绪。了解。对啊，这是情绪价值，你知无？今仔日学习这个观念嘛。安尼，阮拄则考3000啊，搁考1000，因为这。你即马比这全球第一回咧考奖金，更较凶的。你有100摆当考。对啊，卖完了啊。好，这1月12这个听友会，刚有其他想要甲阮介绍，譬如讲你的电台，就继续来听阿凯亚之前 podcast 吧，因为我感觉讲我想要做一个会当互即种可能毋捌听、哈你听台语的人，会当愿意来听，是因为我咧讲的资料你有兴趣。当然，我是咧讲的主要语言是台语无毋对，但是我感觉讲其实任何人应该拢有机会当去接触，来去挑战家己，就是讲恁当去听一个，恁可能用过哈你听一个语言安尼。对，你若是本身就爱听台语的，嘛欢迎你听我的节目。就是我感觉我的节目会当互恁了解，咱这个社会更较侪有意思的，比如讲音乐、文学，还是一寡地方的这种鹿港、中华，就大细碎的代志安尼。因为我想要做一个咱这台语界 ICRT 的这个代志。当然，今仔日公司台语台这个 podcast 头前讲，只有小可呛啦。对啦，我若无要做 ICRT。你是迄个公司台语台安尼啊？所以我感觉讲，你若想要听台语的，还是讲你想要听一寡艺文的音乐甲文学，还是讲一寡地方代志，都能听我节目安尼。想要困的时阵会使放下。我感觉听我节目可能困袂去，我感觉我节目的这内容、这密度拢真高呢。听阮的节目伫困才困袂去，困袂去，因为伊会笑甲起笑。阮迄听友就讲伊困真正听，叫我听了困袂去。安尼你若对人负责。啊，有诶就讲好，无我就运动听。结果伊
你运动你压迄重链的时阵，笑一个要死。伊讲伊闪着，对，伊讲揪着着来伤，对，爱叫阮负责。啊，你嘛爱对人负责。啊，个有切菜切甲你笑呀嘛，切着手，啊，嘛对人负责。当时要听啦。所以说讲收听你的节目风险性较悬哦。但是呢，阿凯啊，其实也较无这方面的风险啊。啊，个有你知影想到台北的朋友较济无？我毋知，因为因伫咧通勤、通困啊，通通车、通车的过程当中，因就是无聊，对啊，是对，因就爱听。而且我感觉讲台北人较有一寡人较有意识的，想要去听接受一寡台语的物件。对对。就像我头咱伫顶一集我讲，我感觉阮中华是讲中南部颠倒对这较无是安怎无？这阮听友嘛有写批来。伤过日常了吧？伊讲对，伊讲伫咧台北，伊揣无法度甲伊开讲用台语的。对啊。没啊，伊住无。哦，这我知，这我知。哦，你听着一句吼。对啊，就变成讲，因为其实因伫咧台北较无所在发挥，就像是安怎咱美国的听友会拢遮念安尼，就是因为因伫咧因的迄个环境内底无即个物件，所以因就是伫咱空中听咱的声，有淡薄仔甲咱对话，而且有当时我甲伊问，我做个伫咧听就讲，听朋友恁感觉安怎，因会甲阮回一句两句，但是伊就有感觉讲伊咧甲你互动，这个到我咧看放假的时阵，恁知无？放假恁知影有迄弹幕无？哦，迄一日迄啊，我拢伫面顶甲伊对话，我伫面顶甲伊对话。对，就是因为阮就像讲，哦，即个手暂停，甲伊的手翕来。所以我感觉讲，咱做媒体就是若了解家己 TA 伫倒，我感觉这就是一件最重要。但是咱就针对话 TA，佮甲在 TA 看都甲通较开啊呢。但是阮的 TA 做小众。我 TA 嘛较小众，但是我感觉讲最近开始咧出口啊，我感觉这件代志，我感觉就趣味。可能是咧讲文学的关系吧。我感觉我选择一个，我面对着一群爱读文学的在听众，因为爱读文学的人，因相对因较愿意甲家己的时间利用出去了解别人的故事，相对嘛想要去听到迄种因较无熟悉的语言啊。好啦，今日就是咱总算见着面啊！你讲话个安尼吼，啊，那个咱中华啊，无法度啊，一定要甲你介绍啊。感谢。讲后边下面做歹听迄集，阮就甲伊讲，佫有其他真侪台语的节目，啊，阮就介绍其他，啊嘛有讲着阿迪，啊，就是安尼佫甲阿迪收钱。是。啊，伊也袂互阮钱，你等下拄着伊的时候，甲伊讲一下吼，甲伊讲啊，阮咧广告费啊，也袂互阮哦。好，啊，就是爱听阿凯的真声。感谢。对，啊，佫有你的面册，白种叶。straight，我说的观点甲面册是完全无共款两个人安尼。对啊，两个笑的。伊伫咧吹面顶，就是一个，我嘛毋知影讲。这是国中生的吧？对，中二病。啊，伊面册较侪是大啦，咱爱较正经的，而且大家对咱有期待嘛。对，面册甲 IG 面顶看的就是共一个啦，因为伊的文章变大个收。同时发布啊。对，但是一个吹面顶，你会当吹到无共款的阿凯。是，欢迎大家当来录安尼。对，好，佫有其他的无？你会当介绍恁鹿港啊？哦，好啦。有闲来鹿港行。啊，伊若要去鹿港，应该使我无一定会伫咧。啊，伊若私信甲你约，阿凯，我今日要去鹿港，你该使教做去食米线。这就是反正我感觉讲，我伫台北是一个伊人，但是我伫鹿港是一个矮人。好，说行，啊，今日节目就到这，今收。啦，会使啦，有人鹿港会当找我，我找咱做米线糕。伊伫讲米线糕呢？系啊，伊就是鹿港的特产啊。对，好食，口味无变的最重要一个。你若甲伊食无共经吼，伊会认为讲你甲伊是无共怪。就是真袂甲对方做朋友啦，这直接嘿啊。米线糕的正经。好，那呢今仔日的节目就到这，感谢大家收听，下礼拜请继续收听。出名人，请酒们来请问，多谢大家努力。